單車去人，就係由個人搭嗰條飛機去深圳，就係由深圳有日本車落嚟香港，咁我就死。都係交通唔係嘅，都係交通唔係方便。其實好多時都係後途㗎，佢經理即係好多人唔搭飛機，個飛機油價貴，咁覺得搭飛機就多咗人咯，好明顯啊！以前有飛機搭，係少啲人坐啊。咁經年嗰個油價貴，咁啊油價貴，咁啊個個人坐高鐵啊！咁啊個個坐高鐵，你係咪買？點咪買到買唔到飛？但是佢飛咁樣做法，佢自己諗下，咁個高鐵價都貴咗啦。我翻嚟都飯頭唔使啦，800幾蚊啊！你咪計咯。係啊，800幾啊！翻嚟而家差啲唔記得落車，啲592，我大大起身搖下佢。 592，如果唔係佢就落咗香港。800幾蚊啊！我記過。仲喺度發夢我真係唔知佢係已經特登搖醒佢，佢都淨係唔知想讓我落車。之後你要另外俾錢，就一